再来看国民党立委的罢免案已经开始进入第二阶段的联署。双北市的罢免团体早起伫中选会开记者会，罢免市卡新的林涵林、周兴成冒去声援，呼吁国民党就要好好面对罢免行动针对双北市罢免大串联国民党的立委赖士宝是表示讲，伊尊重。失格立委，313，2阶启动，313。大声喊口号表达诉求，大罢免的代志是一直本假。国民党立委罢免案陆续进入第二阶段联署，双北罢团12联合开记者会，总共11个罢免团体到场。其中5个团体今仔日自家领票，罢免市卡新的带头人周兴成也参加来致辞，话声国民党堂堂正正面对罢免的行动。我们是堂堂正正的公民，我们是国家的主人，我们希望国民党面对这次罢免，堂堂正正的来出来，不要躲幕后。针对双北串联大罢免的行动，国民党立委赖士宝是表示尊重，一切平常心面对。他们要怎么做，我们就尊重吧，我们就平常心嘛，该做什么事什么事，该监督的我们还是要监督了，不会说因为大罢免的我话不讲了，我也不监督了，不会这个事情，一切我们都做好准备了嘛，准备第3阶段去打仗。外界也关注推动新北市立委罗明才罢免案的巴罗堡团队，最近伫深坑区设第一个固定联署站，蔡雄雄被出租的这边要求改约。罗明才服务处是表示，罗明才希望尊重公民团队行使权利，对联署站停租的代志不知情，若互对方点名无排除会提告。公视新闻采访报道。